有選秀經驗，對挑戰星盤有冇幫助？我嘅缺點我諗係低音啦，希望一陣冇咁多有低音嘅歌啦。更怕你開始過敏。 24孝老豆參賽完全為個仔，因為我仔同我講我得，所以我嚟咯。希望我可以幫你攞到30個月補習費。加油啊，爹哋！唱錢快樂啊！唱錢星期六晚8點半，翡翠台。匯聚你我關心嘅事，大家圍埋探討。急性中耳炎嘅成因係乜嘢咧？視網膜脫落係咩病咧？嗱，首先我哋講下咩係視網膜先。仲有大廚教路，助你解決煮食煩惱。睇餸食飯，流行都市，星期1至5下午1點20分，翡翠台。搜羅全球資訊，發掘新奇事，穿越各地深度遊，探索魅力世界。環宇掠影，星期6日無線新聞台。復活名額出爐，邊位可以重返舞台？我揾佢，真係好 sharp，佢做得好好。佢會成日真係質疑自己。我哋兩個 agree 咗。咁冇啦，冇啦。第一個可以經過重考挑戰嘅係烏音女團，今晚10點半，翡翠台。大家好，我係梁思齊。牌照事務處4月底展開為期2個禮拜巡查行動，搗破8間無牌酒店或者賓館。牌照事務處喺黃金週前夕，即係上個月21號至今個月5號，巡查226個處所，發現8間無牌酒店或者賓館，亦都發現4間持牌賓館同會址涉嫌違反發牌條件。處方亦都巡查11間網吧，當中發現有網吧懷疑提供留宿服務，涉嫌無牌經營賓館，咁將就個案作檢控。處方強調，無牌經營酒店或者賓館，最高可以判囚3年同罰款50萬。若果重犯，法庭可以判為期半年嘅封閉令。唔少免費應用程式或者網站靠廣告維持，但有啲彈屏廣告以驚嚇嘅方式吸睛。有廣告業界話，部分廣告內容靠人工智能審核。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訂立專門廣告法監管。唔少人都機不離手，無論係打機、睇片，大家都可能試過中途彈廣告。近期有部分廣告靠嚇嚟吸睛，用到警告、小心嘅字眼，例如話手機嘅程式過期、儲存空間爆咗，有人就會唔自覺咁撳入去廣告。都多，有時上下啲 Apps 咪彈呢啲 Apps 出嚟咯。我覺得可能 low quality 啲 Apps 可能先會咁樣啲廣告出嚟咯。會唔會用下？算我 delete 咗佢啦咁樣。有可能嘅。好方面睇就係佢只係放大咗佢嘅產品或者服務嗰個嘅功能性啫。負面少少睇就係佢純粹就係想引發你一個恐懼，係啦，引發你想一個即時行動。正常比較大啲規模嘅公司啦，一啲大啲嘅品牌啦，其實正常都會盡量去叫做避開呢啲嘅手法嘅。黃偉健話：近年行業生態改變咗，由以往要揾大機構嘅營業部落廣告，而家任何人有電郵同信用卡就可以喺平台放程序化廣告，更加可以揀埋受眾嘅年齡，根據佢曾經瀏覽嘅內容，知道佢哋嘅口味嚟派送。而廣告嘅內容由 Google 等平台自行審批。雖然根據條款唔容許有利或者誤導，即係驚嚇式嘅廣告，咁
咁點解篩唔走呢？佢哋冇人去做個把控㗎啦，佢已經係全部系統自動化㗎。而家可以係每一個人都係廣告商嘅時候，佢未必咁容易可以監控到咯。只要落廣告嗰個人，佢修改啲字眼，修改到令到嗰個 AI 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恐嚇式就 OK 㗎啦。咁但係實際上個觀感就唔係來自個 AI 㗎嘛，實際上係來自個客戶㗎嘛。咁所以就會有一啲差別出嚟咯。本港現時冇廣告法規管廣告嘅條例散落喺各處，若果經廣播機構播出嘅就由廣播條例監管，涉及酒精、煙草、醫藥等就由其他條例管制廣告。網上廣告就冇法例監管。而家講緊係8-9成嘅騙案個源頭都係來自呢啲嘅不良嘅廣告。社交網絡其實都係一個共同責任機制裏邊其中一份子嚟嘅，我認為，因為本身如果佢把好關，將一啲源頭將一啲不良嘅廣告落咗架，或者唔俾佢買呢個廣告，咁可能市民接觸到一啲受騙嘅機會都會減少。其實而家隨住網絡嘅年代越嚟越普及啦，咁睇上網嘅時間可能仲多過睇電視啦，咁其實就冇理由咧就冇一啲相關嘅法例。至於規管網上廣告應該點樣立法，佢哋就話要平衡資訊流通同自由，亦都要先諮詢業界同市民。但係都話第一步應該要先打擊懷疑涉及詐騙嘅網上廣告。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導。科技園同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簽署合作備忘錄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工業專員郭明、科技園行政總裁黃炳修等出席簽署儀式。雙方會加強合作，包括建立內地創新藥企。本港就作為臨床研究、國際合作拓展基地。科技園期望透過合作，俾香港成為中醫藥創新走向世界嘅重要橋頭堡。今天的這份備忘錄不只是一張紙，而是一條加速的跑道。我們期待與中國藥促會一起，讓更多的創新醫藥更快以更快更好的一個途徑，向全球的患者能夠提供很好的治療方式，也讓香港成為國際生命健康醫藥發展的和投資的一個樞紐。智源機器人表示，具新智能產業空間巨大，產量未來有望超越手機。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快速，具生智能即係機械人係最受矚目嘅領域之一。上海初創智源機器人母公司智源創新喺本港舉行產業峰會，開場前旗下嘅機械人率先亮相，表演耍功夫。行政長官李家超同埋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都有出席並且致辭。智源機器人創始人鄧泰華話：具生智能產業空間巨大，隨住技術嘅發展、應用場景嘅增加，機械人嘅價格未來會更低，產量亦都會更高。有機會是單車的價格再乘以手機的數量，甚至長遠看是超過手機的數量，是未來最大的單品工業品的產業。所以現在佈局具身智能，也是在佈局未來。具身智能今年會從開發態走向部署態，就是從機器人能跳舞到走向機器人能幹活，能夠創造價值，這樣具身智能產業也會進入一個更高維的發展空間。集團又話，旗下機械人已經實現規模量產，估計今年發貨量將會達到4萬台。去年是我們發了5000多台。今年呢，我們1萬台也下線了。今年我們估計呢，我們應該今年會有4萬台的一個發貨量。我們的海外的比例呢，也在逐步的提升，特別是從今年1季度，隨着我們海外團隊的完備，整個一個銷售呢都在快速的提升。今年呢，我們也是希望海外在公司的佔比呢，能夠達到30%以上。另外，智源發布香港具生智能產業共創計劃，將以香港為起點，推動香港具生智能產業。喺未來5年，目標包括成立幾個產研聯合實驗室，培育幾十間具生智能創新企業，發展幾百間產業夥伴，並進一步帶動產業鏈、應用場景同埋資本市場協同發展，並喺未來幾年實現總計幾萬億嘅具生智能總市值。無線電視記者陸平報導。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，政府將會加大推動人工智能作為本港未來發展嘅核心產業。政府會成立 AI+ 與產業發展
策略委員會，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為 AI 帶動產業轉型制定策略。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將於下半年投入運作，以促進 AI 上游研發、中游成果轉化及開拓應用場景為目標。南韓提議以人工智能產業嘅超額稅收向全體國民發放公民紅利。南韓總統府政策室長金容範提出考慮設立公民紅利，資金嚟自人工智能產業所產生嘅超額稅收。指出相關稅收並非只係由個別企業創造，而係源於成個國家喺過去半個幾世紀中所構建嘅產業基礎。因此呢啲收益中嘅一部分應該通過制度安排回饋俾全體國民。並強調人工智能時代嘅超額利潤向少數群體集中，若果唔加以制度性干預，國內貧富分化將會進一步加劇。存儲晶片企業嘅股東、核心工程師同各類資產持有者極有可能獲得豐厚回報。唔相當一部分中產只可以分享到間接成果，包括韓元升值帶嚟嘅購買力改善、有限嘅財政轉移支付同部分資產升值等。休息一陣，轉頭有其他消息。深入淺出，探討香港歷史，細談